葫芦对付方清雪的紫电阴雷刀。方清雪，你千里传信叫我来，就是为了他。不错，你有所不知，九窍金丹与那蛟伏黄泉图正是在他手上。你凭什么确定这2件宝贝都在方清雪的手上？此事我已追查多日，和群星门白海禅最后交手的正是方清雪，不然我怎么会冒着勾结魔道、背叛仙门、陷害真传弟子的风险，传你来此？此事风险极高，难怪你要找一个替死鬼替你出头。若不是羽化门内真传弟子之间的竞争顾忌太多，你以为这样的好事儿会落在你头上？好事儿？我一个魔门弟子掺和进你们羽化门的弟子之争，你觉得对我来说会是好事？事成之后，9窍金丹归你，必能助你一举突破神通秘境。一言为定。不过，我来此与你会面，若行踪暴露，该当如何？每年都有些不怕死的宵小挑衅我羽化门威严，我都会严刑峻法。这不，已经被我顺手除掉了吗？贺仙子，就到这儿吧，我还是自行回去比较好。这不是方家那个臭小子吗？擅自外出还遇险，那就不好解释了。那好吧，那你自己多加小心。我去提醒其他姐妹，出去捕食要小心些。好。我竟然一点伤都没有，难道是这蛟伏黄泉图救了我一命？可它到底是个什么级别的法宝？这不就是刚才差点吞噬我跟贺仙子的狼烟吗？此图竟能收取法宝，难道这就是蛟伏黄泉图的秘密？这张图真是神奇，虽然还不能为我所用，但却可以在关键时刻收取要挟，保我性命。